你知唔知其實你個腦每晚都喺度食緊自己？呢個聽落有啲驚嚇嘅講法，背後竟然係一個守護你大腦健康嘅秘密機制。日頭你個腦不停運作，會產生好多代謝廢物，如果唔清理，就會堆積如山，影響思考同記憶力。但唔使驚，因為當你瞓着覺嗰陣，有個秘密嘅膠淋巴系統就會啟動，佢就係你個腦嘅專屬清道夫。呢個系統會利用腦脊髓液，好似水龍頭開水咁，沖走晒啲有毒物質，特別係一種叫 beta 澱粉樣蛋白嘅嘢，呢樣嘢被認為同阿茲海默症有關。當你瞓覺時，你嘅腦細胞會神奇地縮細大約60%，騰出更多空間俾腦脊髓液自由流通，好似洗碗咁，將所有垃圾沖走。但如果你晚晚捱夜唔瞓，搞到個膠淋巴系統冇機會好好運作，咁啲廢物就會堆積如山，搞到你第二日記憶力差、思考遲鈍、反應慢，長遠仲會增加患上神經退化性疾病嘅風險。所以瞓覺真係好緊要，佢唔單止係休息咁簡單，更加係保養個腦維持清晰思維嘅黃金時間。唔想個腦提早老化，就乖乖地去瞓覺啦，俾個腦一個深度清潔嘅機會。